所以是咱中国的荣幸啊，所以请大家点点看，看表演的舞内底足有意思哈。请你来前面，咱一定爱捌多一个老师，因为这个老师对咱太重要，会来甲咱带来这么有水准的。伊甲我讲伊几啊天拢要想讲要安怎跳这个舞，所以这个舞拢伊家己编的吼。这个老师是艺术学院这是专家的专家甲咱伊本来甲我无熟识，一熟识就是甲我答应跳2条舞，真的非常感谢，来，各位鼓励。谢谢，我只是非常感谢我的朋友哈，
他们练舞练得很辛苦，他们非常的认真，这个是我最感动的一件事。谢谢你们的观赏，谢谢，很高兴来这边演出，祝你们今天父亲节快乐，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，谢谢。